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我们每个人都是被神所拣选的，阿们吗？阿们。邀请弟兄姐妹从座位上站起来的同时，跟旁边的人说：“你是被神所拣选的，你是被神所拣选的，被神所拣选的。”不能的，在神里凡事都能。我们继续拍手，用这首诗歌来献上我们的敬拜。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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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恩荣耀都归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永永远远，在你宝座前，我献上我的敬拜，我高举双手，扬声敬拜，愿救恩归于宝座上的神。
所上的神。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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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恩荣耀都归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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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颂赞全能都归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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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恩荣耀都归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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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颂赞全能都归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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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恩荣耀都归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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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颂赞全能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颂赞全能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我们拍手，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讲赢这声济，咱首先来学乐甲感谢祈祷。下一页麻烦一下，下一页。咱感谢上帝赏赐咱真正宝贵的物件，包括咱的生命气息、咱的救赎恩典、彼此相听的心，甲每一天的供应，这些拢毋是讲会当努力，也是用钱来当买来，这些拢是非常宝贵。咱先为了这来献上感谢、甲祈祷、甲学乐。上帝，阮搁一遍感谢你，是啊，你所赏赐予阮的生命气息是阮的活命，你赏赐予阮有安尼救赎的恩典，主阮献上感谢，因为你是听阮的主，你看阮每一个人拢是你的宝贝的查某囝、宝贝的后生，主阮感谢你，互阮的生命会当得到倚靠，得到主你的大大的赏赐。无限的疼会包围，主阮献上感谢，安尼感谢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继续，咱来为着国家的祈祷吼，恳求上帝来赏赐智慧甲气力，会当稳固咱国家的所有发展的相关部门的团队，帮助因会当有领受对上帝来智慧，来推动 AI 的产业链的整合。促进所谓的经济，和台湾的所谓发展、甲创新，会当成做国家甲百姓的祝福。嘛，恳求上帝赏赐恩典，和各机构单位会当强化资讯的网络安全，和全民伫个所谓的知识教育顶面，拢会当搁较深入，嘛会当搁较侪扩展。咱为了这来主来祈祷。你是我的主，你是生命的源头，你也是智慧的源头。主，阮感谢你，互阮国家会当创立所谓相关的部门，有所信心，你来引导阮国家的主管，部门，因拢会当领受你来智慧，会当引导全国，正确的发展，国家会当搁较舒适、保守国家单位的安全，有所信心的因全。全能的主啊，爸爸上帝，阮的所有的聪明智慧拢是对你来。主，阮感谢你，互阮国家有看见安尼的发展，来创立所谓发展的相关部门，
求主圣神你来带领，你想事遮的主管部门机关，互因有智慧，会当来引带，会当来开发，会当来发展台湾这个土地、这个国家的所谓发展的方向甲创新。互台湾成做世界这个方面的中心、重要的一个地位。求主圣神，你也保守伫这中间，互各部门拢会当警醒着资讯安全的这个议题，互各部门拢会当为了这来用心来准备，来设立上好、上安全的网络，互全国的百姓伫个上网的时阵，拢会当安心来使用。主，阮恳求圣神你来带领，互阮每一位百姓会当伫个中间，拢有好的学习，来领受主你所创造的这个奇妙、这个奥妙的恩典。感谢你，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第二个，咱为了新冠甲天高热这疫情最近有唱悬，咱来祈祷。求上帝来保护台湾，想使全国百姓会当注重个人的卫生健康，提升对病毒的抵抗力，并且落实维持环境卫生。求主嘛纪念医疗人员的辛苦，并且保守因的身心灵会当健康。咱为了这个特别来向主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保罗劝我们，第一要为万人祷告代求，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更是如此。现在我们就要奉你的名，祝福我们的国家，我们的赖清德总统和他的执政团队，求你赐给他们属天的智慧，好好的治理我们的国家。特别求你使他们能有一颗行公义、好怜悯、谦卑与神同行的心。求主在他们的身边兴起基督徒的幕僚，成为他们得力的帮助，让我们的国家能够因此蒙福，也为朝野的良性互动带来国家百姓的福祉。求主拆毁中间隔断的墙，赐给在位者合宜的口舌，知道如何与其他的政党领袖对谈，使他们行事清洁正直，与各政党以及府会间的关系满有和平。我们也要特别为国家的数位发展部门团队来代求，求主圣灵运行，帮助这些团队成员满有从主来的智慧与能力，在推动台湾 AI 产业链的整合，促进数位经济，强化资讯的网络安全，让全民在数位教育知识上有更多的扩展。我们也要特别为新冠疫情及登革热的疫情的上升，求主你保守看顾台湾这一块土地，是否给全民都能够提高警觉，落实环境的卫生，也求主纪念医疗人员的辛劳，并且保守他们身心灵的健康。主啊，你的心意是愿意人类和睦，世界和平。人类因犯罪而人骄傲，导致强国欺侮小国。愿你的公义与和平行在世界各地。针对中国军机扰台的危机，求你让两岸的领导人有真正的智慧，知道武力无法解决问题，唯有真诚的对话才能有和平的空间与未来。但愿神的灵唤醒弟兄姐妹为国家社会祷告的负担，也求神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我们许多的需要，使我们有祷告也有行动。求神的名，使神的名在这块土地能够得着当得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
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盼望只在乎你。咱今仔要读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7节到15节，第7节到15节。来，咱同齐来读哦。来，恁的信心、口才、知识、帮助人的热情，以及对我的疼心，拢遐尼丰富。阮爱恁对这项慈善的工作嘛，着遐尼慷慨。我安尼讲，毋是在命令。是爱恁知，别人热心在帮助人，来考验恁的疼心是毋是真的。恁知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伊虽然富足，毋过为着恁诚做善车，是要互恁因为伊的善车诚做富足。关系这项代志，我建议恁较好即时就去完成旧年开始的募捐。恁毋若大声行动，搁大声提倡，但恁着完成这个工作，用起头计划时的热心，尽恁所会的去做来完成。恁若欢喜捐献，上帝会欢喜接纳恁献恁所有的，袂要求恁献恁所无的大声提倡。我毋是要加添恁的负担，互别人较轻松。既然恁现在富足，就降级善车的人，安尼恁善车因好业的时，因嘛会降级恁。安尼才会有公平。15节，照圣经所记载，济无剩，少无欠。以上。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基督教大家毋知有发现无吼？是一个真爱分享的一个宗教吼。有真侪物件拢会当有无相通。相通，譬如讲教会爱餐
伫美国定定进前伫美国的时阵有只所谓个拍落嘛是讲每一户兄弟来准备一项物件食面来教会甲众兄弟三角分享。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哥林多后书》第8章7节到15节，嘛是关系有无相通的教导吼。保罗保守哥林多的信徒伫信心、口才、知识顶方面帮赞别人的热情甲疼心各方面拢真丰富，全伊进一步来勉励因，伫咧完成即件好代志顶面，嘛爱有好的表现。保罗以马其顿的国教会做例，指出因虽往伫个颂享中间，犹原真慷慨来捐献，用这要来考验哥林多信徒的疼心。保罗伫咧第2遍的旅行报道的时，福音强强要传遍小亚细亚。当伊来到亚洲边仔的特罗亚，伫异象中听见马其顿人发出的呼声，伊随带东江过海，把福音带到欧洲，建立菲律宾、帖撒罗尼迦、比利亚等的教会。不过，伫个保罗甲东江离开了后，当地信徒却受到迫害。也就是讲，因伫信主了后，拄着互人死头路，也是生理互人抵制的情形，致使到因的经济甲生活受到真严重的打击甲考验。虽然这个状况真无好，但是马其顿遐信徒因所领受救恩所得到的信心甲喜乐，并无因为安尼来减少。马其顿国教会伫咧非常散车的时阵，犹原愿意慷慨来关注，甚至超过因有的气力。保罗来劝勉生活处境甲经济方面，拢比马其顿信徒好真侪的哥林多信徒，搁较爱应该行出来真正的疼心。保罗嘛呼吁哥林多信徒应该慷慨为着耶路撒冷散车信徒来捐献，理由是讲，主耶稣的恩典，耶稣基督放下的原生尊贵、荣耀的地位，降世做人，最后死伫十字架顶，主耶稣成做善香，反倒等互信徒得到贵重的救恩甲灵性的富足。就安尼，哥林多的信徒嘛应该坚持上帝先有的意愿甲热心，来坚持完成这件好代志。毋过，哥林多信徒太殷勤因捐献这件事呢？原因有可能是因感觉家己的经济方面并不是真富裕，暂时袂当捐出一笔正样的钱项。怎样呢？保罗更较鼓励哥林多信徒讲，上重要的是爱有愿意做的心，愿意做的心。毋管数目多少，上帝一定是欢喜接纳的。搁强调一遍，上重要的是爱有愿意做的心。不管数目多少，不管你的能力如何，上帝一定是欢喜接纳的。互咱台湾人争存做山地之庙、蒙包之庙、孤儿之庙，阁有太高病人之庙的宣教师孙理莲。伊出生伫咧美国的明尼苏达州。伫1927年，伊和伊的先生孙雅各牧师来台湾宣教。原本嘛是只是担任传统的牧师娘的角色尔。后来伊立志讲，我无爱干那做一个宣教师的某尔，我要做一个太太宣教师。对那了后，孙理莲牧师娘，也是讲孙理莲宣教师，伊对山地巡回医疗开始来照顾原住民，
设立山地诊所、肺病疗养院、甲玛利亚的产院，关心泰国病的患者、甲乌骹病的患者，提供医疗甲培养食头路的气力，开办原住民技术职业教育，互因会当学功夫，会当家己自理生活，会当自立，嘛开设幼儿甲少年之家，互这个无依无我的囡仔、青少年得到照庇的安置甲照顾。孙立人宣教师伊透过写批，有几百封的亲笔写的批，一直到千万万用印刷的批，海外各地的基督徒来募款、募物资，嘛定期登去美国，人说明事工的需要。伫逐所在互逐所在汇集的疼心，留台湾。伊伫台湾50年久的奉献，帮助过无数有需要的人。伫1954年，孙立人宣教师创立挂彩总会，以世界走总为主做工，实践倒位有需要，就对倒位去的信念。捌有人问伊讲：你到底有停落来休困的一天无？伊应讲：哪会着爱停落来？敢讲面对破病夭折的囡仔，上帝讲：你免烦恼，你已经做了有够济啊！敢安尼？所以伫1983年，孙立人宣教师安享主怀，伊甲伊的翁婿孙亚国牧师，现主时同齐埋葬伫台湾新学院的礼拜堂边啊。咱也有机会去台神遐，拢会当去参观去行礼嘛是会使吼。对伫顶面的故事来看，咱看到孙立人牧师娘也是宣教师，是一位心脑感动，就马上付出行动的宣教师。保罗阁劝勉哥林多信徒，伊讲：既然恁即马富足，就应该帮赞遐个善车的，到因富足，恁有需要的时，因也会帮赞恁。安尼双方面拢有机会互相帮赞。捐献的目的，毋是要互富有的人变做善车，反倒转是要甲有欠缺、有需要的人来分享家己的丰盛，就亲像圣经所讲的。家无剩，少的无欠。几啊年前，我捌看过海岸的瑞士人甲广东的教会这两本册，因是咧小解一阵47位属伫天主教白领会少年的神父甲修士，对二次大战了后，陆续受派到台湾。特别是到后山、大东这个所偏僻的乡村去服侍故事，甲伫遐创立广东高工，甲内底一间无偌大间，却非常特别，而且真有名的天主教教堂的册。伫内底描写这个神父修士，因一生坚持信仰。服侍上帝，对少年20通岁啊，一直到年老80-90岁，全部为台湾全然的付出。其中有诶将台湾当作家己的故乡，等于天家以后就埋葬伫遮，甚至有诶到台湾以后，甲因爸母、甲因兄弟姊妹，也是亲情。搁三见面的所在，伫倒位？是伫咧天家，是伫咧天家。迄当中看了，真受感动。最近想讲休热的时阵，要骑奥多摆来分段来环岛，趁机会来去台东拜访这神父修士，因所服侍过，也是设计过30外间天主教堂，来去体会到因迄当阵服侍。迄个心志的一淡薄，
所以我照转来，我将这册照转来看，真正是看一遍感动一遍。兄弟，如果你若有兴趣，我建议你若照转来时阵，卫生纸准备较济咧，一张、两张、三张是无够。咱真正非常感动，因为着上帝，为着信仰，遮尔坚持，遮尔完全的付出，非常非常感动。为啥讲到这呢？因为你看册中间发现，大东长老教会嘛，甲因有关系。我想讲奇怪，为什么咱长老教会甲天主教会哪有啥物关系？尾下详细搁进一步去查资料去看时，原来甲知影讲，伫1970年，大东长老教会有请迄当阵伫咧大东服侍即个布神父来设计礼拜堂。1972年来献堂，若算到今嘛已经50多年啊。毋然呢，咱教会嘛甲因有淡薄仔关系。是安怎讲？就是咱2楼的礼拜堂厅堂椅料，是高工的木工科的学生做的。好，所以迄当阵为什么做？是因为因无经费，所以因就去学生就去谋这工程来有一寡收入来做学校的经费安尼吼。所以安尼连贯起来，甲知影讲原来咱教会嘛甲因有淡薄仔关系。这拄好回应咱今仔日的经文讲，既然恁即马富足，就应该帮助遐个散车的。到因富足的时，恁有需要的时，因也会帮助恁。安尼双方面拢有机会互相帮助。伫当阵有即个国度的概念，互相帮助，到我都真做一件真水的好代志，真水的好代志，一直流传到即马。好，即是咱为着家己来祈祷。求上帝帮助咱，搁较有付出服侍的意愿甲信心。因为咱会当服侍，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咱为着这个来祈祷。第二，咱嘛为着教会兄弟来祈祷，求上帝赏赐疼心甲热诚，互富有的兄弟，毋但是金钱顶面富有，伫气力、伫能力、伫恩赐顶面有富有的兄弟，拢真欢喜。真乐意来帮助欠缺的兄弟，互正信徒有无三通，家无剩，少的无欠。咱三甲为着这2项，三甲来祈祷。上帝，我感谢你，是你的听无限，你的恩典无限，互阮会当来领受对来听甲恩典。就是阮会当服侍你，是因为你赏赐阮的恩典，是感谢你，阮爱回应你。只要你讲，都要有愿意的心，重要的咱愿意的心，主阮感谢你，阮会当来服侍你，主阮献上感谢。天父上帝，是啊，你是阮的主，阮会当来服侍你，会当来认办你，拢是主你无限的恩典，主阮感谢你。主你也无看阮会当服侍，阮的气力济也少，阮的金钱济也少。主你讲，重要是爱有愿意的心。主阮感谢你，互阮无因为阮的软弱、阮的欠缺，唔敢换出阮的骹步。阮也恳求上帝圣神，你带领，你来提醒，你来呼召阮每一位兄弟，拢有愿意做的心，愿意为主服侍的心，来为主来服侍。无论是大项事、小项事，会当有气力，拢会当来服侍你。互富有的会当互相来扶持，来帮助软正的。互每一位兄弟的灵命拢会当提升，阮的气力拢会当为主来付出。阮恳求你圣神来听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们再次邀请弟兄姐妹从座位上站起来，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主，我们
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主，我们是属你的子民，就赐下父神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父神，也要看见复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着眼看侧耳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着你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主，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主，我们国家是属于你，求你来掌管全地。愿你来怜悯医治这地，荣耀再次降临。我们一起举手敬拜，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着眼看侧耳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着眼看侧耳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也这请坐。咱只是为教会来祈祷，为几样代志。教会7月初
连续2礼拜营队甲营会，将近要几百人要带伫个教会，求主保守出入一切拢平安，啉食作息嘛拢正常。第二，为教会献出时所欠缺的职事甲专职的同工，求主上帝圣神来呼召，来带领准备，而且坚固咱教会事工会当充满着效果。第二，为了教会单身的社青来祈祷，求主来准备因的心，会当拄到适合的对象，早一日建立家己的家庭。咱这2项来开声来祈祷。还有3项3项，歹势3项，我记了唔对，3项，为了这3项代志来祈祷吼。今天的阿爸父上帝为应教会7月连续的饮食，受使我祷告敬拜全力的主有适合的地方，这一切的环境能够成为我们家庭主啊，我们要将暑假期间所有在教会安排的营会活动，求主亲自来掌管看顾，无论在空间使用或服侍人员的配置、餐食的安排等等，恳求神给我们智慧，有次序的来料理规划，让每一天进行顺利。我们要继续为着我们教会的人事的配置、管理以及服侍同工的数量，恳求神为我们来预备及供应。主啊，我们知道服侍是信仰的表征，服侍是肢体的连结，服侍是操练的过程，服侍是恩典的数算。求主兴起环境，兴起更多的兄姐重视圣工，明白圣工，投入圣工，因为我们服侍的对象是神，服侍的初衷也是神。主啊，婚姻是你所看为美好的，所以你将美好的礼物赐给人。我们要将教会未婚的弟兄姐妹感情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深信你有最好的安排与带领，也愿在等候的日子求神放下适当而充足的婚前准备及正确的择偶观念在青年的兄姐心里，同时也使他们愿意花精神去找到同样有心的适当对象。主啊，美满的婚姻乃是可遇又可求的大事，是上帝乐意赐予的，是令人心满意足的礼物。谢谢主，你垂听众孩子们的祷告，我们这样子的祷告乃是信奉靠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咱为着肢体来祈祷。咱首先为着你美国姊妹的老爸，你心喜兄弟6月15蒙主恩调，第3组丁贤兄6月25嘛蒙主恩调，求主安慰灵甲因的遗族同在。第二为咱第8组往吕红洲姊妹来代祷，伊阁入去家phòng病房，有尿道的感染、肺部积水等等，求主保守看顾，会当早日恢复健康。为第14组秋兰姐的颔管的复原，素英姐的后生刘邦杰6月27要伫个营长来开刀，阿婉姐伊的正颈仔头的筋破空，7月20要做核磁共振，心内嘛有平安来代祷。第4为了第9组志鹏兄跋倒以后的排骨的复原，个地木师。玻尿酸的疗程会当顺利有效果，佮金凤张老娘心脏手术以后的复健，以及数理姐车祸受伤排骨的有闭开刀以后的复原来代祷。咱先为着这青年牧区青年牧区这咱献上祈祷有这兄姐有病痛来咱先来为恁来祈祷。爸上帝，生命对你来，阮的生命嘛要转去主你的天家。主你心理兄弟以及丁贤兄，因拢望主你恩调，
你刷了因世上的劳苦。主啊，愿求你圣神，你安慰因的遗族，互因感情顶面的伤心，会当主来投放，互因会当搁较坚强，搁起来来甲对主的脚步，求主安慰恁甲因弟弟，保守咱教会中间有病痛的兄弟，有地牧师。有李洪洲王李洪洲姊妹，有志鹏兄、苏理姐、阿婉姐，搁刘邦燕等这些兄弟，主要无共款的病痛，主你拢知。求上帝圣神，你医治的溃烂甲因弟弟，互因伫个病痛中间，伊愿领受对来的喜乐，互因的心会当帮主来透开，互因的灵会当喜乐快乐。肉体也会当紧紧恢复健康，求上帝圣神，你来保守看顾每一位兄弟的病痛，愿恳求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继续，咱为青年牧区拜祀，因有子庄的社青小组要转型，成做户外休闲运动的形态。求主来帮助组长甲同工有好的体力陪伴，甲演出组员更较有向心力。第二，为了拜六礼拜的敬拜团、导演音控组，会当有更较侪的同工同齐来服侍，而且伫服侍中间，甲主有好亲密的关系，有好的合作。咱过来还是是我字了毋对吼过来6月30，儿童牧区因伫华语礼拜中间要举行升级的礼拜，为这来祈祷，这细囝帮助求主帮助这咱家人这细囝有主所赏赐的智慧甲品格，会当日日来成长张义正同学7月初1到初5要去高雄参加音乐的夏令营，求主赏赐智慧，互伊有真好的反应。会当来有满满的领受吼，咱为着这来主来祈祷。大宽灵的主啊，爸爸上帝，阮将教会的青年、儿童、这细囝，拢交托伫你的手里。主，你知影，因每一人拢有真好的气力，有真好的温素。求上帝圣神，你来感动因，或者会当付出有气力的这青年，因愿意来为主来服侍，保守因你小组你转型中间，这小组长、这同工领受对你来的智慧甲旨意，来引带这组员，互因会当甲主有较好亲密的关系。赏赐这细囝伫咧升级，因伫咧毕业这中间，主你拢每一日引带因的脚步，互因伫咧细汉的时阵，就当领受对你来的恩典，感受主你的大宽灵。互因一生拢行伫主你所欢喜、所引出来道路顶面，为主来做光，为主来做盐，一生来荣光主上帝圣名。阮将这大事拢交托伫你的手里，恳求上帝圣神亲自赐福掌权，引出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歹势，讲你字了毋对吼，咱为了彼此来代祷吼，咱即摆两三个吼，两三个来互相来代祷。好，OK， 你为什么要祈祷？当然是我的信用，那信自然后的，也是小孩子也是他们，就是为信仰传承，对小孩的信仰，好。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主，你是阮的主，阮的王，阮的主，阮你赏赐阮遮尔好的恩典，主，我恳求你圣神，伊愿会通将这个恩典、这个救赎，会通一代一代传落去。求上帝圣神，你也祝福你人生长路，伊的家庭，伊的细囝，
互伊的孙拢会当来感受到主你的疼，领受到主你来的恩典甲救赎，互因的生命会当伫主的内面，会当来因的生命更较丰富、更充满，会当一生拢行伫主你欢喜的道路，一生来跟随主你的脚步，阮将因全家庭大细拢交托你的手里，恳求主你亲自来引带来带领，互因伫个未来真紧的一天，就会当伫主你的面前来宣认主你是因的主，你是因的主，献上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再次邀请弟兄姐妹从座位上站起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献上赞美祭。赞美主生命，赞美主生命，你名在全地何其美。广大怜悯不断绝，你慈爱永远长存。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数算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园。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里，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数算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园，神的膏油就必永留在这里。哈利路亚！好，我们拍掌，把荣耀归给耶稣，感谢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带领我们能够聚集，一同来到教会来敬拜啊，来分享上帝的话语，见证上帝的奇妙。我们为国家、为社会、为教会、为肢体、为自己、为家庭为我们所要寻求的事来献上祷告。愿上帝你帮助我们，通过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上帝所差来的大祭司，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也愿上帝垂听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特别带领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生活当中经历上帝的恩典，经历上帝的同在。再一次愿上帝你更新我们的心，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借着圣灵向我们来吹气，对我们来说话，使我们每一天都能够紧紧抓住神，让上帝你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成我们路上的光。
也再一次帮助我们能够靠主重新得力，让我们知道我们要行善，并且能够把上帝所给我们的恩赐来与人来分享。因为凡有的还要加添给他。主啊，你要使我们能够在善事上富足，让我们能够来帮助身边需要的人，让我们能够来成为光，成为盐，成为上帝所使用的器皿。再次祝福我们，也祝福我们散去的脚步，也祝福我们在线上参与的众弟兄姐妹，保守我们的身心灵与家庭。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与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也特别在病痛当中的弟兄姐妹、软弱当中的弟兄姐妹和肢体，也特别与他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今天就会到这边，愿上帝祝福大家平安，平安。